来关心立法院国会这款法案，伫今仔日要继续审。国民党的立委伫早暗就伫议场外口排队，也若抗议没收民主的民间团体嘛，已经申请到立法院附近的路权，要搁招民众搁一摆上街头抗争。另外，总统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这件代志，爱随门就随应。目前呢，这条已经二读通过，民进党团即马拍算要提出释宪。总调关建明嘛讲，伫也无确定敢有符合宪法进程，赖清德是应该袂去立法院做国情报告。谢谢。委员会加入国民党的那个一起轮班嘛，因为又为了明天。我们可能党团要先讨论一下。民众党团总调毋过冲23透早到议场前关心透明轮班排队的国民党立委，因为立法院拜五有国会职权法案第3届大战，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讲，家己有接到线报，指控民进党动员误导，要对那边立委不利。我们要求行政署要全程保护52席所有在党的立委人身的安全。大家可以想想看看，吴思瑶我跟傅昆萁总召，谁看起来比较像黑道？民进党团讲，鲍坤基的讲法是无影无证，不过立法院进行集合抗议国会男权的民团已经申请到周围的路权，要招民众搁再上街头。不过，民众党团先开记者会，驳回相关的法案并无扩权。台湾的国会这一次只是希望拿回本来残破不堪、根本不完备的调查权，其他的国家比我们大很多。若被党团提案，总统到立法院国情报告爱随问随答，进程已经二读表决通过，和民进党团质疑违反宪法。总调郭建明表示，说来会对法案提出释宪，伫符合宪法进程，赖清德应该袂去立法院做国情报告。这个讲法引起在野党的批评。这说假的呢？赖清德到现在为止，对在野党摆出一副这么高傲、骄傲的一个态度，朝野怎么可以和解？到目前为止，他所有回应只有一种，只有在合法合宪底下，他一定会乐意来。我不能代表赖总统回答任何问题，但是我相信赖总统他是宪法守护神，他自有他的判断与抉择。郭建明指出，赖清德为选情到上任，拢讲合法合宪，就会到立法院国情报告，尊重赖总统最后的决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